ESL 東亞超級籃球聯賽嘅冠軍戰啊，日本球隊廣島蜻蜓啦對戰台灣球隊啦，桃園領航員啊，我喺波初段見到咧就係伊雲斯嘅大爆發喎。兩隊咧賽前咧就睇落去經過千辛萬苦啦，終於嚟到咧就東超 ESL 嘅總決賽。今日穿起橙色波衫嘅桃園領航員開波初段咧就有少少咧不在狀態啊，俾對方咧就廣島蜻蜓咧壓住嚟打，但係慢慢藉住呢個靚嘅交波啊，林靜交俾自己嘅隊友唔入，但係佢又保攬成功喎。其實第一節咧體現到咧兩隊咧其實都大打防守戰啊，所以其實個分數喺頭段咧就好少嘅啫。呢邊見到咧就係夜王啦，盧俊祥啊，夜晚7點又打波特別勁嘅，呢個波嚟個成功嘅上籃啦。第一節盧俊祥咧其實都有7分嘅進帳嘅。布朗對於中華台北方面咧，佢哋嘅反擊速度亦係非常之快啊！今日就桃園領航員嘅後衞啦，尤其替補後衞咧關大又落到嚟咧都偶有佳作啊！呢個快攻咧搏埋M1。另一邊啦，雙方面咧亞洲球隊咧，講到蜻蜓方面嘅後衞咧落到嚟個個都好打得啊！剛才嘅治島良嘅2分波，哇！另一個好波之人咧就係白耀成啊，佢有一個咧個人突破上籃成功啊！第一節尾段，治島良有個3分波，第一節咧佢都有7分進帳啊！一路睇到咧就亞洲區嘅後衞雖然身高唔高啊，兩種嘅打法，不過咧就喺個串連啊、個人突破上邊咧，雙方有各有特色。又係白耀成呢個咧就幾個假動作之後咧上籃，另一個精彩鏡頭就係夜王啊、盧俊祥啊，一個咧就0度位執翻0.8秒就夠鐘嘅漂移式嘅射波2分搞掂。不過呢段時間呢，就桃園領航員呢都有少少隱憂嘅，就係因為今日打得好好嘅白耀成呢，就係雙出俾對方呢就打爆咗個眼角啊，流血要出去治理嘅。就係呢段時間啊，從領先5分24-19咧，一下子俾就廣島蜻蜓咧打一個超過雙位數字嘅反擊啊！另一個鏡頭，靚波添啊！佢哋嘅外援布力舒亞咧後冚式嘅大力入樽，冚翻上嚟咧呢一段咧領先緊33-26喎。其實喺上半場咧，桃園領航員嘅3分波就好曳嘅，係得格拉咸啱啱入咗呢球3分，半場係11射1中，命中得非常之低啊！打完半場，廣島蜻蜓領先35-29，而家睇到咧就係下半場嘅比賽，呢邊見到伊雲斯一個 fadeaway shot 啊！布朗入唔到分之餘，呢個防守俾阿伊雲斯咧矮仔恰佢喎，一個彈後嘅fadeaway嘅投射2分搞掂。有嚟啦，伊雲斯對住阿布朗好似硬係特別有信心，突破分球俾到自己隊友啊！外線嘅3分波，呢個咧就係屬於咧就三谷貴斯郎啊。上半場打得麻麻地嘅格拉咸咧，終於去到下半場復甦啦。佢嘅3分波咧，為球隊咧就逐分追上去啦。另一個鏡頭白耀成出翻嚟咧，追完擲住眼角啊，不過佢嗰個突破能力係好高啊！俾到李家行0度位嘅3分波。其實今日咧後備兵員上面咧，李家行啦、關達佑咧都可以話咧係達到使命啊！呢個波又有機會咧做一個2+1喎。真係粒粒皆辛苦啊！一路落後一路追，夜王呢下揚起對方之後嚟嘅3分波，冚翻上嚟領先47-46喎。較為可惜啲啦，今日全場比賽咧就桃園領航員嘅外援布朗啦係冇任何分數進帳啊！全場起手13次未入過㗎嚇。伊雲斯咧入個壓哨嘅3分波，但係另一邊去到最後一節啦，戰情依然係緊湊啊嚇！都喺個位數字上邊嘅上落，治島良剛才一個咧突破嘅3分波，但係另一邊講到3分波，格拉咸咧開始慢慢上力啦。特別尾段咧，格拉咸咧個復甦係好緊要嘅。三谷貴斯朗，呢個波好瀟灑嚇，壓住咧盧俊祥咧，單手上籃，都仲係 keep 住一個領先優勢嘅。3分嘅差距，格拉咸分到過嚟，白耀成呢個波 wide open 嚟嘅，入咗個3分波之後咧63平手啊！不時已經射3分嘅白耀成咧，就都入埋呢個3分波，打成63平手。最後3分鐘真係氣喐啦！呢個突破之後，日本又係三谷貴斯朗嘅一個跟進啊，cut in 上籃搏埋 M1。罰球唔入，呢個其中一個關鍵點啦，就係阿布朗入唔到分，仲要俾身形矮過佢咁多嘅伊雲斯搶到進攻籃板上籃成功，打出一個4-point play 啊！
咁啊比賽未完嘅，咁啊呢邊見到李家航啦，揾翻咧今日最準最好手感嗰個咧就係格拉咸啊！咁啊今場格拉咸嘅3分波咧都係8射4中嘅，有50%嘅命中率。咁啊尾段有反超前㗎，李家航加翻出嚟，格拉咸呢個又係高難度啊，帶前一步2分波，咁啊當時領先68-67，咁啊壓力咧嚟翻咧廣土蜻蜓呢一方面啦。最重要就係呢個開底線波啊，做得好靚個 form 啊 ，set 到俾咧就係伊雲斯男仔又攞翻2分，又將個比數反超前翻喎。啊，咁啊不過尾段呢就係一個大意啦，咁啊球隊嘅黃牌盧俊祥呢一個大波唔小心俾對方咁啊偷埋波啊，咁啊倒步流啊，咁啊完成埋呢個上籃領先到4分，咁啊都宣布呢場波呢就廣島蜻蜓贏波。咁啊結果咧喺伊雲斯嘅18分同埋11個籃板嘅帶領之下啦，最終廣島蜻蜓咧就係以72-68咧擊敗桃園領航員啦，獲得今屆東亞超級籃球聯賽嘅冠軍。